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3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撒母耳上卷16章第11节到13节，腓立比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特权。咱一般提到着特权，大部分拢是负面的。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特权，是一种用意思去翻译的原文。你可以用意思是权利，或者是正义、嘛有公义的意思。伫英文的翻译是迄个权利 right。翻译做特权并无毋对啦吼，因为呢，这是上帝互基督徒或者是讲伊所呼召的人所拥有的一个权利，去传福音，去关怀人，去为着福音来辩护，以及做见证。这个特权并毋是咱一般了解的，是互家己，也是去追求某一个人特别享受的权利。这个特权是付出的，是着爱冒着性命风险的。前几天，咱台北中会侪的牧者做伙落去到伫台中一间美福教会去参访受训。迄间教会主任牧师伊分享着讲，阮的教会基本上拢是参与者，拢是受呼召的，拢是使徒，无有消费者来咧消费教会。是啦，如果一间教会内底的兄弟比率上，若较侪是消费教会的人的时阵，那安尼这间教会一定袂会发展，袂会中进。如果教会内底享受着迄个使徒吊命特权的人较侪，安尼人人拢愿意服侍，欢喜付出，那安尼教会这个真大的机器就会动起来。你伫教会内底属伫拥有甚物款特权的基督徒，咱来想看觅啊，你对教会的态度是毋是符合着下列才会消费教会的态度呢？有人讲，阮兜咧装潢的中间买这个换掉的大的这个碰椅吼，无单调无彩，所以可以教会奉献。有人讲乒乓桌啊吼，因为囡仔大汉啊，即马拢无咧用啊，就可以教会奉献。伊讲我来教会就是要来摕补助的啊，迄是我做会员的权利。也有讲我真热心啦吼，所以我看到本事吼，拢会通知干事来捡。敢讲袂当家己捡嘛？我通常真准时呢，迄礼拜时间到吼，我才去教会。结束吼，爱餐食饱吼，我就马上走，一点仔拢袂拖沙。教会的代志有人做就好啊啦，一定无需要着我啦。较后的吼，加做寡吼，你着机会爱让遐有温顺去服侍就好啊。安尼因才有代志通好做啊。有人讲吼，我专门伫教会吼咧做迄个品质管制、迄个 QC 的工作，倒有问题吼，我一定提出良好的建议。当然，阁有足侪啦吼。牧师想要来回应以上几个问题。奉献，应当着爱甘心乐意的奉献，爱将上好的献予上帝，因为教会毋是回收中心。
教会补助其实是鼓励兄弟，并毋是教会的义务。因为教会经费拢是兄弟真热心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努力奉献的，毋是要来补助互人享乐的。干那佚佗，干那食。摕补助进前，可能爱先问一下，我是毋是伫奉献顶悬，也有尽一位基督徒的本分呢？或者是我只是想要来消费别人对上帝的忠心呢？看到教会有本事，敢袂当家己来捡嘛？教会需要的毋是品质控管人员，教会所需要的是一群愿意专心投入、认真学习的同工。保罗伊捌是一个迫害教会甲基督徒的人。但是，当伊得到上帝呼召，成做使徒的特权的时阵，伊勇敢来面对别人的批评，努力来成做迄个为着福音辩护的热心关怀教会基督徒的人。伊开始成做一个付出者，并且专心全意的付出。伊还佫讲，这是上帝予伊的特权呐。上帝册见撒母耳去呼召亚西因兜的人。上帝所要竞选的，毋是迄个掠做家己真坚强、外表真缘投真水的人。上帝要竞选是迄个人，可能人认为看袂起。却愿意专心全意倚靠上帝，愿意真心的付出，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仆人。大笔，圣经安尼讲，所以亚西派人去叫伊来，伊是一个缘投的少年，面安尼真红光赤刺。眼神真有神，发光。上帝就对撒母耳讲，就是伊，甲伊膏抹吧。就安尼，撒母耳将橄榄油摕出来，伫伊的阿兄的面头前来膏抹大笔。上主的神即时来支配大笔，对迄天开始甲伊三甲伫地。然后撒母耳就倒转去拉玛去，这是主仆的特权，绝对毋是享乐的一个族。保罗非常明白来甲腓立比教会基督徒讲，伊的特权是上帝呼召伊来成做伊家己的仆人，成做一位付出的服侍者。毋是享乐的消费者。保罗又讲，每一摆若受到恁怨，就感谢上帝。每一摆为着恁大家祈祷，拢抱着喜乐的心，因为对开始迄一天到现在，恁伫传福音的工作顶悬，拢一直咧协助我。我深深相信，迄位伫恁中间开始这美好工作的上帝，一定会继续这个工作。伫耶稣基督过来的日子完成伊，恁大家常常伫我内面，我少念恁大家是当然的，因为无论我现在伫监狱内底，或者是古早自由为着福音来辩护作证的时阵。恁大家拢分享上帝所赏赐予我的特权。保罗又讲，上帝知我讲我用基督耶稣的疼心，深深来少念恁，这话是实在。我为着恁的祈祷是，恁的疼心会不断来甲真知识、判断力做伙来中进。互恁会通选择迄个上好的，
安尼基督过来的日子，恁就会通纯洁，无通指责。恁的生活就会充满着，凭着耶稣基督，才会通有的仁义的果子，来荣耀阿乐上帝。毋望咱拢成做即种无通指责、圣洁的主仆。诗篇31篇第90、96节。上帝啊，我伫患难的中间求你来怜悯我。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火起，我的心神，我的身躯衰烂，我的性命因为忧苦消无，我的年岁因为哀伤来减少。我的气力因为我的罪过衰软。我的骨头孤大，我所有的对敌拢凌辱我，我的厝边甲我侮辱，连捌我的人嘛拢惊我。伫路年看到我的人拢闪开，我亲像死人，互人袂记得，无人笑脸。我亲像破去的器具，互人献杀。我听见真侪人死价得造谣，周围充满着恐怖，因惨伤要攻击我，计谋要害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我要求要倚靠你，我讲你是我的上帝。我的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，甲困逼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阮有真做你天国儿女的特权。虽然阮真微细，但是你互阮有安尼的特权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阮得救，互阮受护着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